今仔第一礼拜，台北国际儿童册店甲台北城市册店来联合开幕。透早就有家长带囡仔做伙来竞册。今年是拢总有50间厂商，200外个单位。主办单位是表示讲，毋但是推广阅读，嘛要为出版社甲作者来创造参读者交流的机会。 真侪家长摸几若本册，准备要去送销。7月初5，台北国际儿童册店和台北城市册店联合开幕。透早就袂少家长带囡仔做伙来踅。家长表示，因为有多款类型的册通选择，加上有拍折优惠，所以按算要采买一寡适合囡仔的册回去。我想说，刚好这种时候应该就是集结各大的书，刚好可以来挑选，然后也带他来看看哪一些是他比较有兴趣的。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时候应该会有比较好的折扣。因为我是2个小朋友，一个4岁，一个2岁。对，然后挑类型的话，主要是跟居家生活啊，就是习惯养成那类的，还有可能我们爸妈会挑一些跟教养有关的。 册店伫拜五举办开幕记者会，台北国际儿童册店的主办方表示，这几年因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，到去年册店的消费才有明显的成长。因为当时联合举办的台北城市册店，主办方表示希望透过册店，让囡仔在休热期间增加阅读的机会。3年我们挺过来了，到了去年2023年，大家也创造了蛮不错的成绩。 大家的业绩可能有成长30%到60%不等，我也希望我们的展可以一年一年办下去。我也希望台北市可以成为一个阅读的城市。想到台北有一个阅读的角色在这个地方，靠小朋友的阅读的推波力量来带动整个大家图书产业。 主办单位表示，这届的联合册店拍算自7月初5办到初8，拢总有50间厂商200外单位。在这段期间，嘛有座谈会、亲子活动等等。另外，为了要提升学生囡仔对阅读的兴趣，文化部所推出的文化币嘛，通伫咧侪单位来使用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友台北报道。